过来要提醒咱的乡亲时代，到银行去欠钱，一定爱甲行员确认这个金额，甲这个收据留落来。台中一个黄小姐，顶个月摕84万到彰化银行去寄，等伊厝了后，银行竟然甲通知讲，伊减摕10万块，甲伊的价金簿啊，为84万改做74万。 黄小姐本地想讲调查了后，真紧就会甲钱还伊，但是银行一直到1个月后才调查清楚，才甲10万块还予伊，予伊是非常的生气。所以金管会就甲银行联络，讲这个彰化银行老师就爱守好安，就爱加强着行员的训练。 民众来银行欠钱领钱，伫咧柜台真多算，都惊会算唔到。台中一个黄小姐欠钱时阵，已经向银行的人确认过，尾后煞互通知有减予因。黄小姐是伫咧2月要去银行欠84万，伫咧柜台已经向银行的人确认过金额，想到等伊厝了后，银行打电话予伊，讲伊减予10万。 过1个月，银行才调查清楚，还伊10万块，嘛发出声明告讲会检讨改善，加强行员训练。不过金管会认为银行应该爱加强管理，应该是要再拴紧螺丝吧，应该要注意啊。不过一般市民若是拄到伫咧银行内底欠钱，离开了后，银行才甲你讲有减予因，你要安怎甲因？如果银行已经收下来的话，就应该当时就已经确认说这个金额就是民众所属的金额。 律师讲，民众若是伫咧银行柜台和行员确定欠偌济钱，保留单得当当作证据，唔免插银行该存款金额的要求。银行若是认为钱有减予因，必须爱家己提出诉讼，向法院提出证据，才来看法官变怎认定。